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通过100亿台票预算，要推动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美国表示，中共威胁着印太和平。来看国防部公布，昨有34只的中共军机，16只军舰伫台湾的附近，台海局势紧张。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5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 NDAA， 内容是包括美国国会上济是当动用3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97亿，来推动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另外，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今仔是继续举行第3天的联勇操演。空军 IDF 战机、陆军航特部阿帕奇直升机发射海神火箭弹，佮有3孔连炮，展现火力制压，准确拍到北区。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继续进行第3天联勇操演，验证联合作战的效能。同时间，中国继续侵入台湾，国防部公布10日规工，计共侦测到34架次的中国军机，16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四边活动。台海局势，国际拢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10日通过的2025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内容就包含5角大厦上悬会当动用3亿美金，大约新台币97亿，来推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透过提供军备甲关键的作战训练，协助台湾抵挡侵入。The FY25 NDAA reforms acquisition authorities and fosters private sector innovation to speed the fielding of game-changing new technologies that will give us the advantage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 It strengthens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s with Taiwan and our Pacific allies. Authorizes the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 critically important bill, and I urge all my colleagues to support it. 根据了解，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参考乌克兰的模式，让台湾会当直接向美国私人的企业买军备。这个法案要经过参议院的表决通过，交予拜登签署了后才会生效。原来华府的智库 CSIS 发布的上新的报告指出，台湾强化韧性的拍拼无够，建议美国的特种部队要扩大甲咱国防部专动署的合作，处理突发的危机。派遣更多的相关的专业人员跟台湾进行交流，还有培训台湾的韧性人员的战略管理能力，而不是只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军事专家表示，台湾会当参考美国甲北约国家的做法，以民防来支援灾害救援、医护等等的防卫任务，来提悬国家面对紧急事态时正常运作甲修复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拜3号邀请去美国智库的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哦。吴钊燮是表示讲，中国这几个月对台湾进行的军事侵扰，已经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咱即马要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带咱做伙来关心。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美东时间拜3下晡伫美国研究中心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吴钊燮表示，为中国最近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就通看出中国影响和平甲稳定的行为是愈来愈明显。咱来听伊演讲。Thi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tension has been eviden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CP regime continues to use various pretexts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through aircraf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DIZ, crossing of the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jor military maneuvers meant to intimidate Taiwan. 吴钊燮表示，中国除了军事行为，几年来嘛用经济威胁、外交孤立吓惊台湾社会。唔那台湾，中国嘛骚扰南海四周的国家，唔尊重别个国家的权利，而呼吁民主国家爱做伙合作，抵抗独裁政权。伫华盛顿，顶个月拄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后个月准备就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吴茂春表示，比起制裁中国官员，川普推动的关税会当有效限制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威胁。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感谢主持哦，咱继续来关心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要举行，昨日委会是有条件通过，也毋过要求中共对台威胁袂当搁再恶化，嘛要求上海访问团102个人的名单部分得爱搁补件。
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目前还未收到陆委会公文，也毋过有民进党的议员已经正式提案，要求台北市停办双城论坛。中国继续大规模伫台海试兵活动，硬当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引发讨论。陆委会11举办记者会，表示同意台北市府有条件举办双城论坛，不过要求关系恶化爱随时延后活动，而且部分的访问团成员需要补件。目前还没有收到陆委会对于访团成员要补件的公文，希望他们把施压恶化的这个恶化定义说清楚。所以我们希望陆委会能够有进一步清楚的说明。那我们会持续跟陆委会保持密切的沟通跟联系。我们绝对尽到最大的善意，中央政府一定是综合考量国家利益。如果不得已做了决定，也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请台北市政府不要担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是提案讲停办双城论坛，提出台北市府真正着捌有解放军扰台，着唔办双城论坛的前提。不过，将台北市长郭文地违反前提，用107万办双城论坛，这个蒋万安唔敢承诺追回，是因为蒋万安也要违反。我今天用提案的方式来具体要求蒋万安，让他有楼梯下，不要再办下去的这种丧权辱国。丧失我们国格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如果真的觉得不妥的话，不用去附什么但书，直接认为不适合办的话，就直接把它取消，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台北市政府头上啊。对民进党议员提案要求讲卖办双城论坛，蒋万安表示，陆委会已经同意双城论坛伫台北市举办，代表认同台北市府的立场，也佮强调交流比唔交流好，增加了解比增加误解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暗8点外，台中市青海路二段甲文心路口一个工地电梯的门对21楼落落来，加载是无人受伤。因为附近有积温，市政府已经去稽查，嘛发现讲建商刑负法无做好安全的防护，是罚18000块，嘛要求爱先停工。柑仔色铁门落伫人行道顶头，顶面阁写21楼。民众讲铁门就是对这搭工地落落来，险啊夹到路边的一只货车甲一个人。砰一声啊，掉下来啊！那时候下面还有火车，他们有通报啊，有叫他们的那个工地的人下来看啊，因为下面还有一个人，那时候下面还有一个人，好险是没有砸到那个。11暗时8点外，台中西屯区青海路2段这搭建筑工地雄雄砰一声真大声，竟然是工地电梯的门为21楼落落来，然后夹到效果不堪设想。虽讲前一暗处以外，不过12早起工地人员有愿照常施工，因为起这搭建案的润良建设母公司是刑负法建设，工款正晚积温，后面将质疑工案乃阁出问题。市府派人稽查，确真有几啊项缺失，甲危害公共安全。未做好安全防护，造成施工电梯门掉落地面，以危害公共安全。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防护措施不符规定，依同法第86条。除勒令停工外，予以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款。市府表示，这个建案当咧进行厝顶勘验，11暗因为无做好安全防护，照违反建筑法甲处罚，下令停工，限2天内完成改善，若无会继续罚。建商目前暂时无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北华街一栋12层楼高的建案，今年4月因为乌地基造成附近11号厝起气，加上伫11月协调会讲无要搁付安置的费用给受灾户，受灾户嘛成立自救会。加上是表示讲，这厝的受损其实还未到未当大的标准，因要协助维修，受灾户嘛拒绝。上要盖流金，邻居盖流进。邻居盖流进，受灾户行出来批评建商欺负老弱，也有囡仔画图，讲做建商是怪兽毁灭家园。上药集团子公司永杰创新伫台南市北华街兴建12层楼高的集合式主体，今年4月压出地基流失，道路阁出现塌一大坑。附近的主体严重车气，差不多变危险建筑，无法度搁大，拢总有11户受灾户。台南市政府下令建商停工，上要针对的受灾户承诺安置，提供租金补贴。煞伫11月份的协调会宣布，无要搁支付安置费用，地属受灾户只好搬转去危险的主体住。我被迫我要再回去住我倾斜的屋子，所以说希望
上药集团，你要拿出你们的良心出来，哦，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对待受灾户。司法诉讼并行，我们的安置必须要处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受灾户再回去住。第二个是希望上药已经有8个月了，他完全没有提出所谓的修复计划。自救会决定提起诉讼，指控代志发生8个月，上药的态度消极，无提出修复计划，也不愿台南市政府建在建商唔管这个灾区，敢若拆发建造人、起造人、承造人各9万。自救会表示，上药已告废照，煞按算伫灾区附近扩起新的大楼。环境法律人协会表示，上药等于是逼居民赎卖自体，变相强制途径。我故意把我的邻居的邻宅全部都弄坏掉、毁损掉之后呢，告诉邻居说，我现在1坪要收你多少钱，你要卖不卖随便你。但是他完全没有要处理损害赔偿跟这个安置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价格已经高于那个时针了，他们还要再更高啊。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一直都愿意跟他们沟通，只是说他们一直都没有很理性的跟我们沟通啊。负责承造的心态工程否认无插受灾户，表示已经甲5户达成和解，收购厝体，但是对无给付租金，心态是表示厝无受损达到无法度大的标准，而且受灾户拒绝配合修理，双方会伫12月17日，搁再召开调解。记者综合报道。诈骗实在是真抢手哦！全台湾一天拢会防骗几啊亿，一个月防骗上百亿。下晡新闻专讲说一个卖个骗来单元，要详细来解说各种诈骗的手法，帮观众朋友爱警觉，唔通上简单，就相信一寡诈骗的信息甲电话哦。今仔的卖个骗啊，咱就要请吴鑫来为咱解说，演员谭爱珍是安怎防骗的，大家就爱安怎来注意。是主播，诈骗真正有够多，爱细腻爱提防，唔是无原因。咱再来看数据，根据来进步警政署的资料，11月诈骗的案件受理是18000多件，财产损失是超过126亿。也即马12月啊，民众报案红怪去的钱加起来，逐工上无嘛有2亿。敢若昨12月11日这一天，诈骗的案件就受理600多件，财产的损失是超过4亿。但诈骗的案件这么多，咱拢有可能受害是无分男女、无分年岁，嘛无分职业哦。也即马演员谭爱珍就出来讲伊防骗的经验，伊讲啊有这个检察官讲伊牵涉一个毒品的案件，介入去一桩毒品的案件，就安尼锁定对象，爱伊来倒办案，利用伊的正义感，甲伊联络一段时间。诈骗集团会伫联络的中间，一直甲人洗脑哦，讲伊是协助警察秘密办案，这个代志唔好甲人讲，也搁甲伊讲啊，真济诈骗的手法，互伊感觉会信任，会当信任，就继续联络。时间一个久，就会听因的嘴，甚至甲钱摕出来互因。谭爱珍就真正有甲钱。有转一摆钱，互诈骗集团骗过手。甲知影伫伊要搁转钱的时阵，有去互警察阻挡，才发觉讲，原来自头到尾是一场骗局。谭爱珍的查某囝认为讲，妈妈去互骗，就是误会人，才会长辈无收到资讯。唔知影，所以提醒咱就要定定关心时代，定定甲因分享即马诈骗有啥物步数。厝内长辈若是有失智症，甲因办金融注记。这个时代，若是要转钱、要贷款、要办信用卡，金融机构都会甲咱通知，伊卖加强审查。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唔通去检讨受害者，甚至讲应该爱甲受害者鼓励，互因出来讲家己的经历，安尼咱才会当知影讲，即马诈骗集团是用啥物步数咧甲人拐钱哦。也谭爱珍这件案，就是诈骗集团假做公务机关，讲咱有案件，也是讲咱有欠钱，利用公权力骗咱的信任，拐咱的钱。来进步警政署的好友民众讲，政府机构也是讲银行。拢未要求，也是讲爱咱提供敏感的资料，若有拄到心内无确定，会当卡165来纠正。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真正是卖过骗啦。咱即马就甲时间交等有主播。感谢吴鑫哦，咱继续来关心立法院今仔是继续审理司法院的人事动议权案。知影当是这支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过去哦嘛是废死人民的执行委员。有民众党的立委就讲，要安排伊甲受害者的家属见面。廖福德是表示讲有机会，伊当然愿意。
未参与政党党务之决定。同时，我个人也并非任何政党的党员。这个上台先对外解说，立法院12日继续审议司法院人事案，其中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捌担任中天铁照案鉴定人，也阁是现任民进党中财委员会主委，和在野党质疑政治立场真明显。鉴定人仅能提供意见供参考，并无资格及权力决定个案。有关我担任民主进步党仲裁委员相关事宜为无己职，并应以独立超然之立场执行任务。针对进前死刑释宪案的结果，进前廖福德有废死联盟执行委员的身份，那边两党轮流上阵，要求廖福德爱说明立场，说服民众。新竹轮胎行的纵火夺走了8条人命，没有看到被害者家属的哭求吗？他呼吁大法官们不要废死。我们应该有2部分处理，第一个，我们应该处罚加害者，特别是严重的犯罪。好，那目前为止，处罚加害者是重判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啊！大家希望从你嘴巴里面听到什么是情节最重。故意杀人是可以处死刑的，但是要根据个别个案的情状，由法官来斟酌。所以就这2个案子，你认为都还不够严重就对了。如果我来安排受害者的家属，是你好好坐下来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声音，帮他们解决问题，解除他们的苦痛，你愿意吗？是我当然愿意。国民党团进前就表示会严格管控人事案，立委齐卡心阁压出廖福德伊的名下的土地，好亲像有做好非法洗车场，本身是有犯法的。不断的去澄清，拆不掉就是拆不掉。我这1个月每天都去停车，每天都去洗车，留下来的记录。陈情函怎么写的？他说，因为这边的这个拥有这块土地的人后台很硬，因为他是民进党不分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廖福特。我是不是在之后我来稍微之后让这些业者去做违法的事情，鱼肉乡民？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大法官呢？廖福德表示，详情爱阁去了解。立法院24日就要进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的投票，到时阵调研恐惊会阁有轮流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劳法署员工因为霸凌行地路，佮传出前分署长谢依勇涉盗窃罪，已经互新北市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嘛引起真侪争议。今仔就有团体去向监察院检举，望讲监察委员会当来进行调查。劳动部11日公布省5个公务人员行地路第2摆调查报告，认定前北分署长谢依勇霸凌员工。检方是针对谢依勇成为影响采购结果，得到不当利益的犯罪部分，认为涉案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共案的涉任的被告等12人，分别3万到18万交保。专案也互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问题步上台面。有7人雇主团体12日向监察院申请，希望追究劳动部的责任。他昨天已经被地检收押禁见了，可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核签这些费用，然后之后没有经过审计吗？所以我们告当时的劳动部的部长许明春，只有非常少部分的是因为低收可以免缴，可是你这样子去乱花，而且你竟然都没有我们代表失能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这些雇主来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去看你怎么使用这笔钱。团体批评劳动部30年来向失能者家庭已经收取上千亿的就案基金，好亲像是残障税共款，却毋捌公布各项的支出明细，难用阁是互失能者家庭心真痛，审计单位是长期失职。提醒我们部长他一再的强调说，他挺的是外劳跟本劳，这些失能者在生病或是意外之前，我们就是本劳啊。对有部分做就案基金委员的专家学者说涉嫌承担就案基金支付的标函，有利益冲突的道理问题，团体要求爱斗阵查清楚。劳动部回应会积极检讨，未来会增加专业监理，强化闭关机制，1个月内提出改善做法，也赶紧研究安怎降低外籍看护雇主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专家曾警告讲，以色列伫加沙甲黎巴嫩发动攻击，违反国际法，嘛指控提供以色列武器的国家就是帮凶。
这一天大拢正安静，就伫以色列星期摆轰炸了后，加沙走廊百姓伫一片怒苍苍当中哀悼。以色列随着暗时空袭，摧毁平原北部已经有无数百姓庇护的所在，包含囡仔在内重大死伤。联合国专家11警告，以色列伫加沙加利巴嫩发动冲突，违反国际法，正义农夫，暗过提供武器的国家，恐惊就是帮助凶手。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99% of the weapons exported to Israel. They could stop this conflict overnight if they stopped the weapons that kill the Palestinians. 加沙官员表示，以哈冲突超过13个月，有超过43000人死亡。都算在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国际眼光看到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崩盘，以哈冲突到即马依然无解决方式。以色列军方表示，即摆轰炸目标是便衣附近一个哈马斯集团分子。加沙官员提供即摆所在的死伤数据无准确。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倒台，有反恐军放火烧漏阿塞德梦。伊朗的领袖哈米尼是表示讲，阿塞德倒台是美国甲以色列伫背后第三人。这几天有一寡民众去叙利亚上恐怖的塞德纳亚军事家角找找亲人，嘛互外界看到家角内部的状况。 晚部复活小鬼，穿迷彩军服的反恐军士兵，夜观叙利亚救援旗唱歌庆祝。这是倒台的阿塞德家族，阿塞德的老爸哈菲兹阿塞德的墓园。伫叙利亚西北部的卡尔达哈，是阿塞德家族的家乡。顶辈阿塞德就待伫遮，即马晚部已经互烧甲臭火搭，阿塞德也已经逃到洛西亚寻求庇护。 الدنيا كلها إلهم ونحن بالاسم ولاد القرداحة محسوبين على يد الأسد نحن ولا شيء نحن ولا شيء والله ولا شيء الظلم اللي كنا عايشينه فينا بنحكي كل ما حكينا يقولوا لنا بنأذيكم أولادكم بنأذيكم وبنأذي الأولاد أكثر من هيك أبقى فيني بحكي تعبت 支持阿塞德政权的伊朗相关的领导人哈比尔表示，阿塞德政权互推翻是美国甲以色列联手策划的结果。不过，反恐军的领导人焦拉尼是强调讲，反恐军是靠家己拼江山，因为阿塞德政权甲真侪政治犯关伫塞德纳亚军事家角，才互叫做是人类的屠宰场。伫阿塞德倒台了后，家角内底恶劣的环境也拢互夜空。 外观看起来无啥物，不过内底雪场有5层楼高的真大的建筑群，若亲像一个大迷宫。牢房内底无对外的窗仔，搁爱受到酷刑、性侵甲大规模的处决，都亲像死亡的集中营共款。这位富人人伫遮开4天，找伊失踪14年小弟的下落，不过规个家角吹透透，有关是火烧过了，无望。 هلا رح فرجيك صورة أخوي اللي مفقود، إله اليوم 14 سنة، هاي صورته، ما بعرف كيف رح يطلع شكله إذا ممكن إذا إني بلاقيه ما بعرف كيف شكله، لأني عم شوف الصورة بالمساجين اللي طلعوا عم يطلعوا هيكال عظمية خالص، بس هاي صورته اللي شافه أو في يعرف شيء أو في يساعدنا. 真侪人去家角找亲人，邀家属来到大马士革一间殡仪馆的太平间，希望会当找到亲人的遗体。美联社报道指出，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了后，有超过15万人被关入去家角内底，而且佫定定秘密处决。按算2011年到2018年当中，就有超过3万人被处决。公司新闻陈维仁编译。 国际骹球总会昨宣布讲，2030年的世界杯骹球赛是由西班牙、葡萄牙甲摩洛哥3个国家共同主办，会伫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举办3场的比赛。2034年会交予沙烏地阿拉伯来主办，也毋过，就有人权团体是批评讲，这恐惊会有未少人权的争议。That the hos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30 will be Morocco, Portugal, and Spain. 国际卡总在伊特别大会公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为历经100年历史，过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甲乌拉圭办其中3场比赛。另外，2034年世界杯会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办，也好2022卡达办世界赛了后，隔10多年重回波斯湾。啊，不过这两届比赛拢遭到批评，有环保人士认为第3大洲办世界赛会因为另外加出旅行增加大排放。人权团体也批评沙烏地政权记录非法。 主席是为这批评讲好话。We are of course aware of critics and fears.
And I fully trust our hosts to address all open points from this process and deliver a FIFA World Cup that meets the world's expectations. 根据沙地提交的申办计划，会向10个场馆其中新起8个，特别建设基础交通设施，增加17.5万个酒店房间。佮表示会伫劳动法规之下请劳工。不过人权团体认为，这无够来保护中东普遍大量使用印度、巴基斯坦加棉卡拉等外籍劳工。 People will go to Saudi, they will see a bubble of what Saudi Arabia is, they will have all their freedoms and rights granted, and then leave the country and leave Saudi people and residents without any protection. 沙地因为过去人权记录受大量批评，各办反驳体育设备指控，这是牵涉国家透过办大型国际比赛来提悬名声的做法。沙国王储沙尔曼各办表示，无有意互人安尼形容，应增加1%GDP 就好。不过今年进前申办沙国世界杯的负责人指出，沙国这几年来人权进步真多，而且是为自2016年开始，不是为世界杯才改变。公司新闻单位简评语。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明年2月就要开始公布。暂时针对35个人的名单先开会，嘛决定讲总教练共款是世界12强的詹和古。教练团拢表示讲哦，那教练团方面拢共款，也毋过球员的方面，12强赛的成员中，只有队长陈杰宪入选。 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提冠军，面对战绩搁较悬，201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因为2013年经典赛第一分组贴底，爱为资格赛拍起。总教练詹福古接受公司节目专访表示，资格赛甲12强球员阵容无甲他共款。这一批12强的选手，他们经过整个赛季，然后到12强的一个结束。 的确，身体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些疲劳的一个感觉。那尤其是投手，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个修复。中职11开35人名单选进会议，有投手20人，保手3人，内野手7人，外野手5人，其中女华选手12到13人。12强只有陈杰宪入选。中职会长蔡其昌讲，陈杰宪早就公开表态，是要代表国家比赛。叫他休息，他好像都不是太愿意。那他有这么强的意愿，其实。 我想选训委也很难拒绝。2万个一摆打造上强台湾队，不过到时阵球团是不是放人才是关键。目前靠着美籍海盗队小联盟系统的投手陈必旭，目前表明那才是需要一份力量。现在还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然后觉得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嘛，如果真的需要，就可以尽一份力。 经典赛资格赛有8队分 A、B 2组，各组前2名晋级2026 WBC 回来赛。台湾第A组会伫2021到23暗时7点伫台北大巨蛋交手西班牙、南非甲尼加拉瓜。球评指出，这3队有一定实力，免轻视。他在国际方面的认定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其实也不排除，那么这些球队呢会。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小联盟里面的好手来参加比赛。中职表达赞同的讲法，免轻视这3队，尤其咱伫这摆12强有真好表现，各队会提高警觉，面对资格赛同款状的备战，用上好的状态拼入回来赛。记者综合报道。 日式和平接到印尼渔港的投诉，讲伊伫2019年到2024年伫台湾远洋渔船工作受到不当的对待，呼吁政府就要进行调查哦。渔业署嘛表示讲会公正来调查。 印尼的渔港向日式和平东南亚分部投诉，有人控诉逐工工作时间有21点钟，某渔港控诉事故造成正女目睭青霉，无得到医疗处理，佮有足额的赔偿。 12艘渔船确实有疑似强迫劳动，那或者是有这是渔工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情况。你准点无一定会当用手机收证自保，这指控无直接的证据。针对渔业署推动渔船顶头装 CCTV 来记录渔港工作情形，防范工时过长，或者是受到虐待，渔港团体认为效果真歹。 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 CCTV 来看他的记录到底有没有被剥削的情形吗？没用的，而且他是在监控劳工，他有没有做坏事，他有没有偷懒，这样子的作用比较大。某渔港防流离海外，透过第三方来发薪水，佮无缘无故方扣薪水，嘛伫这届投诉之中。套到陆地上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是这样子，中介公司来付我薪水，那为什么这么畸形、这么不正常的情况，可以在渔业这样子生存下去？
去呢？红点名的12只渔船全部拢互渔港指控欺骗、扣留身份证件，将近6成限制行动，有一半超时加班。如果说这一些被指控的渔船上面有已经装设了这些 CCTV 的话，当然我们也会来调动一些CCTV 来看哦。渔业署也会持续跟印尼来寻求合作，共同强化保障船员的权利哦。针对民间团体呼吁启动调查，远洋渔船应该装 WiFi 无线网络等设备，才会当出港等等的诉求。渔业署回应会来公正调查 ，WiFi 部分会先制定指引，一步一步来推动。记者林永明配合做台北报道。今年1月到9月咱国旅馆的大房率是4成8，比去年同期减少。观光署表示讲是受到各国拢已经开放，咱台票又搁起，影响到观光客来台湾的意愿。也毋过有部分县市因为办一寡大型的活动、甲体育比赛等到是有成长。12强棒球赛伫第9段比赛期间，带动台北市一波旅馆业大房率，业者明显感受大人客比去年同期增加差不多2成。打球啦、演唱会啦、展览啦，这个都会有对旅馆业都会有加分。我们比较没有感受到外国人啦，就是商务客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中南部上来看演唱会。观光署统计今年前3季旅馆业客房大用率。1到9月，旅馆业是48.33%，其中新北、新竹县、台南市大房率拢超过5成，花东是受天灾影响伫2成左右。全台平均住房率比去年同期下降差不多3%。虽然伫交通部推出花东旅游补助等振兴措施之下，有待花东住房率，不过补助伫这个月中就结束，住房率出现断点落差。随着补助结束之后，12月15号开始住宿率大约我们只能够预估大约是将近2成。对于花莲未来的挑战。又开始再度浮现，吸引国际旅客来台观光以外，我们也在台湾旅宿网也设置了优宿专区，提供了一些各饭店的一些优惠的措施。观光署分析，前3季整体客房大用率比去年同期小可下降，受国境开放、会差这因素影响，个人旅游目的地选择。另外，华东地区主要受控诉控3地动风台地区旅客信心无够，未来除了继续行销吸引旅客以外，因为旅馆分众化差异较大，也伫个官方经营的旅宿房整合合法旅宿业者的资讯，互旅客营造价位或者是交通等无同款的需求，来找找适合的旅宿。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甲台大公卫学院今仔发表室内空气品质甲学生囡仔健康的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浓度平均850 ppm 会增加囡仔呼吸道感染的风险。研究嘛指出讲，只要改善教室的通风，就会当来降低感染。新冠疫情期间，国内有真侪件幼儿园发生规定感染的事件。为了了解幼儿园气候病毒感染的原因，台大病院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研究发现，教室内底空气品质甲学生囡仔健康有真明显的正关系。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小朋友把这个病毒带回家，还是说把感冒带回家是理所当然，还是说无可奈何？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重点是，其实是我们的幼稚园的环境呢，可能他们的通风换气不足。研究团队表示，新冠的气加传播是关键路线，特别是在幼儿园等封闭的空间。所以2021 8月至11月，在台北市某一间幼儿园进行室内空气品质连续监测，并使用无联网传感器，结果发现幼儿园教室内底二氧化碳浓度平均会当达到850 ppm， 结合模型计算出基本传播数 R 0达是 3.01， 也就是平均一个感染者会当喂互3个人。不过研究嘛发现，只要改善教室通风换气，就会当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大部分的学校也好，托儿所也好，或甚至医院，这个通风都不足的，换气都不足的，那怎么办？那我今天有讲说，在不足之下，你只好用空气清净剂。
研究团队强调，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要降低到550至650 ppm， 建议动态调整室内人数，也甲停留时间，也是改做伫户外上课顶。若是伫通风换气不足的教室，是建议加有过滤功能的空气清净机，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碰瓷是真古锥哦，也毋过伫高师大和平校区，最近碰瓷会走入去宿舍偷食物件，互学生是真困扰。学生嘛怨叹讲学校拢无处理，校方是表示讲应该是风台扫过，一寡树仔拢倒去影响到碰瓷哦。最近碰瓷才乌白乱走。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学校内底不时会看到碰瓷四界咧走，不过最近就在学校的学生讲，碰瓷定定拢会走来宿舍，秘伫咧厨仔内底，佮偷食因的饼，报学校也拢无要处理。就是在那个什么上面橱柜，在里面爬，然后因为我在睡觉嘛，就听到吓一跳，其实我以为说是老鼠，结果我爬起来看的时候，以为是松鼠。反正就是不要互相干扰，不要吵到他们，这样就好。其他学生嘛讲有拄过这个状况，学校表示有收到学生的通报，每一届嘛拢有派人去处理，应该是学校内底原本碰瓷咧叶迄丛大树倒去，碰瓷无所在通去，才会对宿舍的冷气孔也是虫仔走入去。风灾之后呢，校园内有非常多的大树，它因此倾倒。那原来这些松鼠是跟我们和平共处在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里面，住在大树里头。那因为大树倒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它可能一时松鼠们也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那可能就跑到了宿舍里头。学校表示会考虑生态甲学生权益，赶紧来改善。除了高师大学校有碰瓷，屏东的某一间高中内底甚至佫出现车路灯。有学生发现了后，挑工甲微调咧，甲赶掠起来展互人看。学校解说，去年在1月开始，就捌伫咧学校内底看到车路灯，会阁向学生说明正确的处理方式。我们会宣导，对，因为还是要跟同学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这样的状况。户外住家或是校园内看到日月溪，在手边呢没有就是绳索网子的情况之下呢，千万不要徒手尝试捕捉。屏东县政府表示，每一年拢会掠到10万只的车路灯，嘛会奖励农民去掠，嘛提醒民众车路灯的卡脚进来，后壁阁有生刺，尽量莫直接用手去掠，避免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中立的新民市场，因为打伤占领林荫道、分界岛，交通是真乱。市政府今年8月开始整顿，有不少民众发现讲已经真无共款咯。嘛望讲其他的市场嘛应该爱整理。都发局嘛表示讲，率来整顿中正市场。又搁整齐又搁清气，好行林荫道过去是排满单。桃园市长张善政伫面册打出新民市场前后对比的相片，讲到30年来的乱象，伫今年8月份透过硬斗的整顿，已经成功改变市容，民众也学到市场环境变清气，毋过感觉停车位上少。像我们差到6成呢，这样子整顿是干净多了啦。有好有坏啦，警察常常在这边开单啦，然后客人都不敢进来。我觉得是有一点麻烦啦，车子不好放啦，然后应该还好，我觉得有比较整齐很多了，行人比较好走。我觉得机车位太少，因为每次来都没有地方跑，应该机车位多花一点。新民市场经过整顿甲改善，搭站车路甲分界岛囤废弃物的情形改善未少。不过有当着也受店头或者是民众违规。根据统计，到12月初10为止，加强处地违规停车1067件，违规的单130件，佮违规拖吊汽车1件，机车5件。本数甲单布棚，各单只价加强5094公斤。执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个月。那我们呢？目前呢，透过警察局及环保局每天的定点巡查，还有联合稽查小组不定期的一个稽查呢，来维持相关的成果。有市民希望其他的传统市场也会当比较对立整顿。经发局表示，每一个市场的乱象拢无共款，可能的问题真复杂。最近会先以中正市场列作优先，配合都发局的龙岗风貌规划案，最近讨论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大溪乡的打口溪水头因为有饲猪场排废水，造成溪水污染也真严重，味阁真歹。地方是望讲会当设处理的设备来解决问题。
打口溪溪水氨氮浓度真悬，是宜兰县污染上严重的河川，不时真臭。原因就是水源头演猪场排放的垃圾水。打溪三面湿地生态丰富，主要过滤三面五中排水、演猪垃圾水，再搁排入去南尾溪，避免垃圾水直接流入去打口溪。有民众讲，当地环境原来得到改善，有人认为这对降低打口溪污染效果有限。我觉得河川真的保护多少都需要，对啊，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尽量情况可以的话，他们设备可能要再加强这样。这附近会有很多猪屎味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已经禁掉了。为了彻底解决打口溪污染问题，有民代建议在三面湿地建设氨氮处理场，因为除了演猪垃圾水、家庭垃圾水，嘛是打口溪污染源之一。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任的县政府里面，我们可以一个有效的计划，一个真正可以落实的计划，我们来解决德子口溪的问题。当然，氨氮处理厂只是其中之一。那目前我们还是在持续的争取中。那如果依目前中央的状况，如果争取不到的话，我们也会看有没有其他的经费可以来做争取。县政府表示，已经向环境部争取9800万经费，在打口溪进行氨氮下减计划，希望在三面湿地加一寡石头的工法，让生物掉伫石头下减有机物。按过环境部无甲打口溪列作全国需要优先处理的7条污染河川，无大补助经费。县政府会透过其他管道，持续向中央争取计划经费。记者综合报道。特别做到零碳排的过程，有不少绿色者会受到影响。有劳工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成立基金来帮助在经营过程中受到冲击的劳工，价格处理好。今年10月底，德国福斯汽车集团几百个员工来到工厂集合。福斯汽车因为能源计少起，加上电动车业务发展无符合期待等等原因，未来可能裁减加班的劳工。这寡劳工正做全球推动净零过程当中的受害者。有学者举这个例，指出要安怎保障所有的人在咧净零过程当中拢受到照顾，是公正转型的重要工作。劳工在这整个净零的政策里面，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它不是直接被淘汰，因为公正转型的核心就是不遗漏任何人嘛，所以他们现在从9月开始在进行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劳资协商。如果今天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我们台湾，像我们台湾有办法有这样一个机制吗？学者认为，台湾要推动净零碳排，也要知影民众对推动净零有啥款顾虑，所以台大风险中心电话调查1000多人对公正转型的认知。有86.5%的民众认为，台湾社会收入严重不平等；有46.5%的人烦恼净零，会致使好业善无平均的状况更加严重。越往中小企业，越往私部门，越是非正式劳工，越是非主织劳工，他们在应对整个近零气候变迁，然后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的风险承受能力绝对是最低的。这个基础上，收入不平等，然后气候冲击又对劳工对低收入户影响很大。我们的社会基础如果在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感知上很强，再加上近年的转型，就是碳配下去，碳定价的机制下去，这个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视台大风险中心表示，净零碳排可能对中小企业、基层劳工、产业人等族群影响明显。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营建议政府，未来应该成立公正转型基金，基金要关注净零过程当中受影响的弱势族群，透过协助专业、补助等等方式，确保每一个人拢受公正转型。记者郭文成、俊佑台北报道。感情希望基金会逐档拢会办画图的比赛，鼓励朋友把家己的生命故事画出来，除了帮助家己，买当来鼓励其他的朋友。一幅图内底透早日头光出来啊，倒影伫水面上，互人看到充满希望的世界。画这个图的创作者本身是灵感第一期患者，伫破病这一档的过程，维持画图的兴趣，所以伊拢是透过画图来得到心内的平静。伊讲，家己看到的大自然景致画出来，会当互伊暂时袂记治疗时的惊吓。这幅画的创作理念就是，你去接触大自然，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平静的心情，然后会有一种
被爱、被祝福的感觉。这是甘静希望基金会替甘静朋友所举办的彩绘希望比赛，拢总有3100个朋友作品。这个活动到今已经举办10档啊，作品目前伫代代甘基做展出。甘静希望基金会鼓励朋友甲家属，会当甲家己的生命故事画出来，透过创作，互家己的心内变平静，嘛透过展出来鼓励拄咧面对感情的朋友。医学报告研究呢也指出了，如果说透过了艺术创作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这样产生的疗愈效果呢，的确是有效的去控制疾病。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治疗癌症只是在生活中加了一点点其他的你需要增加的工作。代代甘基重新建基，拄到感情的朋友，唔免记得甲原本的头路辞掉。因建议若是会使，其实照常生活就好啊。上好找一寡家己有兴趣的活动，维持规律的生活，对身体健康、病情拢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陈亚轩、柯敏哲台北报道。最近有民间团体侵入社区来进行社区家护动物的调查，望讲会当透过调查来了解社区饲动物的状况，嘛先算甲正确动物保护的观念，小解互民众了解。新北燕山里的志工一户一户去拜访，访问民众饲宠物的状况，顺续宣导正确的养饲观念。关注动物议题的民间团体甲社区进行社区家护的动物调查。民间团体表示，透过调查会当了解社区的宠物分布的情形，也会当宣导正确节约安静片的观念，互民众知。民团指出，因为常常有的主人饲的无爱饲，就乌白甲宠物放杀，引起笼动猫狗的数量愈来愈多。所以民团先对社区邻里开始调查宣导，希望互民众建立好的动保观念。家护的调查一定势在必行，因为咱台湾近20-30年来所产生的问题是讲咱无法度将按咱这社区内底吼的动物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咱也无好啊。了解咱这社区的动物的情形吼，以后也出代志，其实足麻烦的。民团的调查显示，新北燕山里的狗仔甲猫仔有超过70%拢有节约安静片，因认为做这个调查会使了解社区无节约安静片的动物数量，然后会当对源头控制，避免笼动动物的数量增加。若准主人乌白放杀，才通知影找啥人开发。有这款调查嘛，通做好传染病防疫的工作。新北市动保处表示，透过这个调查，嘛，互因愈了解社区动物的状况。动保处嘛表示讲，未来协助社区建立认养动物的据点，协助社区宣导正确的养饲观念。由里长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让里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说，猫狗不能弃养，街头有一些流浪猫狗，民众也会更知道说，这样的问题其实可以找里长，里长会更进一步来协助，来跟我们的公部门来配合。民间团体嘛强调，因协助各县市社区家护动物调查已经2档，认为这是会当执行的，因也呼吁中央政府应该爱辅导社区里长有正确的观念，促进愈多社区同齐来参与家护调查甲观念的宣导。记者张家佳、谢桂玲新北报道。来看印度一个26岁查某人，今年7月凶死亡，后来发现讲伊连续4个月，逐礼拜拢上班7天，一天拢上14点钟，有焦心失眠等问题。印度过热的工作文化嘛引起真侪讨论。26岁安娜被认为是因为伊接连过死亡，伊妈妈写配合安娜接头来公司安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社群媒体传开，批中强调查某囝工作期间承受真大压力，严重焦虑失眠，伊相信这压力造成查某囝凶死亡。进前无任何相关报告指安娜有健康的问题，伊妈妈表示伊身体健康过拍球过准啊。We are growing at a great pace when you are competing with your global counterparts is even more high. Youngsters are facing is due to overload. They don't get time in between their work. 印度真侪领域伫全球要起来，或者是扩大版图，真欠人。企业招人的时阵，也要顾虑员工福利，一切拢要细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篇报道，已经美容公司内部发展出邮件表示，要甲感觉压力大的员工分开，这批伫社群平台传开。记者美容公司澄清，无开除任何人，员工将批打伫社群媒体行为是强调这场压力者连续的问题，也是公司要有计划去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规个事件已经引起愤怒，有人表示，美容公司根本是咧变人情绪。The HR policies, most of the corporates, the large one, even the mid one, they have best of the HR policies on paper. Somehow it becomes a culture where you are not intervening to stop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junior folks.
安那生前连续4个月，每礼拜上班7天，每日工作14点钟，完全都是印度有道工作文化的实力。伊的故事对真济印度这场高度竞争当中的少年族群来讲真有感觉。因不到向顶悬改变，专家建议至少成为家己改变，压力来时阵去运动、听音乐、冥想等。当然，公司企业对员工福利是毋是设想周到，进一步执行完善也真重要。印度已经法律保障工人，若雇主爱支付加班费，安奈爸爸建议爱立法限制办公室工作人最高工时，违规爱处严格罚金加法律制裁。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